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奥运木胜具金牌的国手林玉婷，甲伊的教练詹志强，昨暝来参加着星座的专家董启阳直播的节目，来分享着金牌幕后的心情。林玉婷有讲到伊理想中交往的对象，伊讲上界重要的是爱甲教练会合。 就想象我们是手预备动作。现在我们公斤级数很不公平哦。我80公斤级，你57公斤级。前提是打扮甲真简单，咱台湾金牌选手林玉婷上节目无比赛失去，和教练曾志强同齐上星座直播。玉婷什么时候开放结婚登记？来，请。 对，请教练在这边，连这件事都要教练帮你决定吗？柜台在这边啊，柜台在这边。教练什么时候开放登记？先抽号码牌。先抽号码牌。林玉婷即马台湾头请到台湾尾，面对网络顶想要甲伊结婚的话题，人个拍摄，讲想要办理，超到柜台领号码牌登记。通常我们队上的就是只要交男女朋友，让教练要先评估过，即使已经在一起了，评估过，不行，过没多久就。 你相信他的眼光，他双鱼座呢。主持人正高甲人开，将规尾林玉婷方面问上介意的一款，就是靠感觉嘛，毕竟射手座就是比较浪漫一点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见到你嘛。你要有点限制，你靠感觉就管海边了呢。是啊，全部的人都涌来了，总要有一个。所以你会先帮我过滤啊。 和教练搭嘴角，大家是看到去爱笑，真侪人在戏馆做想要看林玉婷和教练曾志强，高倒球教父整体演含油画，因这两对西湖西亚同齐上直播。林玉婷嘛希望木胜具这项体育运动会当受到愈侪人重视关注。贴心嘛，贴心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